哎，喂，喂，哎！你赶快停车！你不要开那么快啦！闭嘴！你不要这样啦！安静一点！危险的，慢一点好不好？有完没完啊？阿明，你够了！不要甩掉他。你这样很危险哎！你还好吧？哦，你开那么快做什么？你不知道这样很危。妈妈小心！妈妈不要赶我，小心！我的不要难过，妈妈。爸爸。不要难过。画了一个暂时的设计，那你也知道这个空间看起来蛮小，所以你要帮我跟 Terry 讲一下，有没有办法再把这个压迫感减少一点？蛮下一张。然后还有我们这客户，你知道很爱喝酒，所以还有很多这个酒柜要我们设计，但我现在目前看来还是有点不大实用，所以请 Terry 也再想一下好吗？麻烦帮我开一下灯好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个电话，大家休息一下。喂，小豆，怎么了？哦。
我送你这幅画是要提醒你，你笑起来的时候真的很美，而且你在笑的那一刻是你最美的时候。爸来把球补一补吧，外场巡一巡要开店了。豆哥，我们是不是要帮大叔哥办一个盛大追思会？说起来有点讽刺，前一阵子我跟大叔哥在开玩笑，他说如果有一天他突然走了，他希望后事可以办得开开心心的，不要太难过。但是怎么可能不难过？大叔哥对我们都这么好你知道大叔哥怎么处理他的遗产？怎么处理？全部捐掉。哇塞，大叔哥太酷了吧！兄弟啊，万一有一天我突然走了，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烧一烧，用牛奶罐装起来，找一片漂亮的海角，撒一撒。豆哥，你现在还讲这种触眉头的话，而且搞不好是我先走啊！我知道，有空的时候把 party 的事情处理一下。好，但是我们要找谁啊？所有人。我们切好日期了，下礼拜天，你 OK 吗？再不 OK， 我都会赶回台北的。拜拜。林妈妈，请享用。生有后婚啊，我不反对，但是一定要生了以后再娶她，你不要给我娶一个不会生的回来，记得不能避孕哦。你也是来喝酒的？我来当工人补墙壁的。我是来补钱。月底，我想应该大部分是要给你的哦。大设计师。我说太低了，我坐着不习惯。怎么会低？哎，这种车就是要低才帅，杀死人啊！我要检查，是啊。你不要！要不是你年纪那么大，应该是我的菜。看看，你怎么又会在这里啊？我来这里挑画布，挑画布。爸，你是美术系的是吧？应用美术系。大叔哥 ，Happy birthday！ 哇，谢谢。
姐还好吗？怎么样？今天看到这么多兄弟从世界各地飞来，我很感动。我在这边代替大叔哥，谢谢大家。大叔哥曾经说过，如果有这么一天，他不希望大家哭哭啼啼。所以今天晚上，大家就笑得开心，喝个痛快。这一杯，敬大叔哥。敬大叔哥，敬大叔哥。其实很讽刺的是，大家难得聚在一起，是因为一个好朋友离开我们。不过没关系，有聚总比没聚好，是吧？如果有空，经过大叔哥的照片，记得跟他说说话。先这样吧。